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公视台的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按武汉再倒转来，头一批247个台湾人已经分作北、中、南，送入去一人一间隔开的场所观察14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认武汉肺炎打标气站政府处理有失妥当，北京市昨逼出就近销毁案件。中央政府昨发布，过来买喙烟，就炸健保卡，去有配合的健保药房，7天才通买2袋。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按武汉再倒转来，头一批247个台湾人，昨暝亲家已经转来到同机场。经过检查，有1个人发烧，2个有呼吸道的症状，拢已经送去隔离的病房治疗。另外一个幼囡仔因为腹肚痛，已经互家长带去病院就诊。村内就分作北部、中部和南部，送入去一人一间隔开的场所，隔共就要观察14天。谢谢大家，很激动啊！因为听到第一批有我的名单通知我就很高兴啦，终于可以回家了。初三半暝，留伫武汉的247个台湾人，坐专机登来台湾的同机场，机顶人员落飞行机，采取全程全人隔离，要通过发烧检查站进行经济关卡检疫。无症状的人将坐游览车再去隔离场所。检验了后发现有1人发烧，2个人有呼吸道症状，1个红婴仔腹肚痛。那有3名有轻微的，有1位发烧，那2位比较轻微，那有一些相关的呼吸道的症状。所以3位就隔离检疫就隔离，直接是进到负压病房，那做相关的一些检查。公部门派出化学兵消毒所有卡棒，差不多透早3点完成入境检疫程序。无症状的人加上坐游览车送去3地。69位到中部，有28位在到我们的乌来检疫所145位到林口检疫所，那一切都顺利。用14台游览车载人，伫透早6点20分全部安全完成，再进行14天严格1人1个房间隔离的检疫措施。所以在这一段隔离期间呢，那么没有必要是不会离开这个房间的。那么换言之呢，如果他的每日的3餐呢是由我们的后勤组人员那么送至该楼层之后，那么到房间里面，那么各自饮用来领取之后来使用。另外，刘惠指出，有过了100个台商表达想要登来台湾，会继续甲中国沟通。针对有关中国媒体报道，2月初5会有第2批包机登来台湾，刘惠嘛澄清这部分不是事实，后续继续沟通协商，做进一步的安排。记者综合报道。到昨2月初3，中国国内为着武汉肺炎的人数已经超过2万个，致病死亡的也有426人，这个无包含香港甲澳门在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嘛头一摆承认讲，这站病症打标气站政府处理了有确实妥当。不幸的是，北京市昨搁逼出41站就近销毁案件，造成124个人致病。中国武汉肺炎疫情愈传愈严重，确诊人数一直增加。根据中国通报资料，疫情重灾区500一天增加2345件病例，死亡病例计64例。更较严重的是，北京昨下个逼出分组感染41件，确诊病例124人，占所有确诊病例1半以上。聚集性病例的这个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家庭成员或者同事中有湖北的接触史回来以后因为没有进行这个自我隔离，导致身边的人陆续也出现相关的病例。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复兴病院嘛出现医来感染，确诊的人有9个，疫情一直拖，最近几天拢无伫媒体出现的习近平，初3主持政治局常委会，头一摆承认政府伫疫情拄爆发时处理不好。会议强调，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收教训。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习近平搁伫会中指示，要彻底整治防疫上的不足，严格处罚失职人员，
特别是中国媒体报道，自头到尾拢无习近平的画面。受主报一人念过10多分钟，若强调内部检讨时阵，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将这个问题指向美国，批评美国无提供实际帮助，佮插头为武汉踢球，禁止中国旅客入境，制造惊吓。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全世界武汉肺炎诊断确定的人数由原一再在增加。咱来看到下晡2点上届新统计出来患者有偌济。中国目前有20463个病人诊断确定，426个人治病过往。香港有15个病例，其中1个死亡。咱台湾同款患者是有10个。亚洲这边目前是日本20个患者上介济，泰国19个，新加坡18个，南韩有16个，马来西亚有8个，澳洲嘛有12个。另外，西洋国家这边面，美国有16名病例，法国6个，德国12个，加拿大嘛有4个诊断确定的患者。世界卫生组织 WHO 针对武汉肺炎上届新的报告，竟然将咱台湾的患者写作已经有13个。中央流行疫情的指挥官陈时中部长伫咧头拄下晡2点的记者会嘛强调讲，咱国目前同款是保持10个诊断确定的病例，嘛要向 WHO 表示严重的抗议。那在世界卫生组织WHO 第14号的最新疫情报告里面，将我国的病例数我们姑且称它是误值为13例。那我们这是一个应该是说一个假新闻了不是这样子的。今天我们非常高兴，我们现在的确诊案例仍然维持10例。那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来澄清，而且我已经去又透过 IHR 向 WHO 表达我们严正的抗议。陈时中指挥官表示讲，疫情可能是人命关天，世界卫生组织这么无斟酌，将咱国诊断确定的病例写作13个是非常不应该。咱也已经表达严重的抗议。因为中国国内疫情快速进展，专家会议决定将浙江列作2级流行的区域。所有按浙江日来人数列作在家观察检疫14天。陈时中也呼吁讲，目前是无需要全民拢挂喙罨，尤其伫咧户外更加唔免，希望民众谨慎使用防疫的物资。另外，外交部嘛伫咧记者会中间宣布讲，14天内有入境也是住伫咧中国的外籍的人士，2月初7开始限制入境咱台湾。中央政府昨尾暗发布，过来买喙罨都要徛真名正姓，早健保卡去配合的健保药房买，不过7天才有通买2袋尔。日常的用途敢有够？当到医师出来教人讲，喙罨若无擘着牙渣，会当过紫外线消毒过，搁再使用。中央流行疫情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部长嘛讲，喙罨当时毋免大家相争挂，尽量留予真实有欠用的人。为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高雄市这名查甫人无挂喙罨，就硬要弄病院做复健，也无配合量体温加手的消毒等措施，也搁对院方的人员大声骂。即马卫生局要对伊进行约谈，若讲是恶意无配合防疫，将以传染病防治法罚3000到15000块的罚款。这样的行为已经触犯了《传染病防治法》第37条。那在这个疫情流行的期间呢，基本上无视于相关的一些规范。为了避免民众要买到喙罨，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将为初6开始采用实名制购买。指挥官陈时中强调，目前规划一个人7天限买2片，是希望一礼拜内会当互500万人买得到。而且喙罨是禁闭工区，无需要全民拢挂喙罨。我们没有做限制的话，这供需不平衡情况更严重，那形成有一些抢购跟囤积，那就更不公平。也不过有同行做烦恼，7天2片喙罨，敢会无够用？有医师建议民众，喙罨若讲无被污染的过滤。摕落喙罨的时阵，会当为耳管摕落来，平平放伫牛皮纸，互伊吸水打湿，然后放伫烘碗机煮外线，消毒杀菌半点钟就会当重复使用啊。紫外线的话，它是可以去杀死一些病菌，还有一些病毒，对。但是重点就是因为那个病毒，它其实是存在那个飞沫里面，它并不是单独悬浮在空中。医师提醒，若讲进出国风险场所的喙罨，像病房上好是用过的弹条。
唔通中和使用。目前台湾无武汉肺炎社区感染疫情，催暗是需要时阵才挂，一般民众唔免伤烦恼。记者综合报道。正月31开始，政府统一调度民间催暗工厂的生产线。不过虽然期待有，骹手都无够。唔只按今日开始，军方嘛派出人员合作工厂生产。咱来看中华田中的华新医疗器材集团，打到16个军人分作早暗2班人斗支援，尽量要将生产线开较紧绷，按起来上无会当加增加10%的生产量。催暗的生产线一直在运作，穿防护衫挂催暗的工作人员嘛咧无用包装催暗。不过，这寡工作人员有一部分是国军，为着让产线会当全线运作，国军对初4开始支援政府征用的催暗工厂。国军的那个弟兄有八位来支援第1班所以我们原来我们这4条线可以完整的这个开始那个人员充足以后它那个速度啦等等就可以比较达标。伫中华关联中镇的华新医材工厂，对1月31开始由政府征用。不过虽然配合政府生产催暗，但是厂内的员工嘛是爱照劳基法的规定工时，所以4条产线伫换班的时阵无法度全开。即马16个国军来支援，上少会当增加10%，3万匹左右的产量。产能虽然提悬，但是刷落来爱烦恼的就是原物料成本得起。原料厂商根据昨天讨论他们。也那个表示很多那个原料因为受很多因素的关系有些需要拿比较高价的等等所以他们已经没有办法维持现有价钱。华新医材集团董事长表示，即马在库的原料会当冻2-3礼拜，有部分的原料来自中国大陆。未来原料起的幅度无一定，政府嘛积极在协助摕到更较侪原料。新的产线嘛已经在筹备当中，启用了后产量会当增加2倍，供应予民众的催暗嘛会更较充足。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伫咧照顾一寡身心较无完全的人士，这款社会福利的团体，因嘛讲催暗实在有影欠。你像台中一间启智中心，老师是面对面咧照顾遐含慢囡仔，一工极价嘛，干来当用1袋尔，无通去替换。台中市的社会局是讲，包含主线机关，阁有载患者去病院就诊的护康巴士，这种种的单位，计共一工催暗都要用去7000几袋，因嘛尽量落去配给。提出全部偌济催暗清点，每一片拢真珍贵。所以这些都很省着用对对对，这都是很省着用。拄仔内底防疫物资全部偌济，负责照顾重度甲真重度多种种的学员，每一个教保老师佮爱挂催暗，才当近距离接触。按上需要催暗差不多拢买薄。教保老师讲，上济一工该当用1片，佮爱尽量家己传。我们会看状况啊，如果有需要还是会用啊。对对对，尽量不要动到。尽量我们可能就先维持这样子。园区内催暗算算的，上济该当用1礼拜。以这个启智学院来讲，包括老师甲学员，一工都要用差不多20片左右。对于爱家己买催暗的照护单位来讲，就算真正有需求，嘛不一定买到。但是至少让我们买得到，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优先？因为我们照顾的属于比较弱势的族群，在就他们的身体的状态也比较弱一点。富康巴士，巴士因为是密闭的，所以那边一定都先配，然后接下来就是仁爱之家，中央配发的我们目前都还没拿到，对，但是我们那个过年前，就已经先预定了，所以我们有一点存量。台中市社会交通局目前4大类照护机关，大工需求量差不多7000多片，即马所使用拢是伫过年前向厂商预定的。按过催暗欠货真严重，会根据实际需求配发予第一线人员。按那目前中央配发予地方的量拢也未摕到，嘛呼吁中央赶紧建议配套。记者综合报道。挂催暗是重卫生，不过有的人挂了偏头角，煞后袂淡。目前因为出入病院拢规定催暗都要挂掉咧。结果，煞有一寡民众惊出病院，唔滴的催暗就偏伫停车场，还是街路边。云林县卫生局当着接到民众通报，嘛即时指示大细间病院爱加设一寡卡桶，互人等用过的催暗，才袂大家伫咧拼防疫，煞好甲有讲拍无落。来到病院附近的停车场，裤脚顶面会当看到用过催暗，连停喺路边的脚踏车篮内面，嘛被当作粪扫桶乱撇废弃的催暗。
过来到另外一间病院，四周边的道路，同款发现真侪用过喙安被挡杀，有民众就烦恼，安尼恐惊成为防疫的死角。就是看他个人的那个道德行为啊、心态啊，想说从医院出来就不用了，那是不对的。这是个人的修养理念的问题啊。因为这环境是众人保护的，唔是讲个人的啊。为了防范武汉肺炎疫情，现在这处医疗院所长照机构，拢会先量体温并挂上喙安。当民众出来病院后，凊彩甲用过喙安撇在路边。桂林县卫生局接到民众通报，这是各病院来增设蛋沙炭来集中，嘛要呼吁民众卖凊彩来撇用过喙安。通告县内的这些医院哈，在它的出口、出入口啊，还有就是停车场的部分哈，放置这个口罩的回收的一个箱哈，避免造成二次污染。桂林卫生局长张春美就表示，用过喙安处理和一般的医疗废弃物方式同款，通常拢会来散分化，但唔管用过喙安是否有感染性，现在请各大病院和诊所增设喙安的废弃桶，加强集中管理，民众千万莫搁乱撇，来确保防疫的环境安全。记者为你报道。昨世界卫生组织 WHO 开会，当然众人是拢咧会武汉肺炎的疫情。中国的代表唔那偏讲，台湾算是中国国内其中一部分。佮瞒骗世界各国，讲因不管是都有将抵挡武汉肺炎上届新的消息通透给台湾知己。唔则讲台湾无去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嘛未造成国际上防疫的工课有啥破拍。讲这款话，你看敢有公道？WHO 执委会日内瓦时间初三举行，中国武汉肺炎甲台湾参与 WHO 定议题是重点。不过中国说服国际社会将台湾看作中国一部分，各讲已经进行公开透明。大陆通过正常渠道多次及时地向台湾地区通报了疫情防控最新的情况。中国代表表示，因为初三开始就定加 WHO 相关国家、各港澳台地区主动通报消息，分享病毒基因排列，嘛有港澳台专家到武汉实地考察。中国讲台湾加 WHO 的沟通管道真顺，台湾无需要加入 WHO。所谓的不让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将导致国际防疫体系出现缺口，根本不存在。这不过是台湾当局图谋参与世卫大会而编织的谎言和借口。不过台湾也是向拜登的防疫体系，卫福部长陈时中初三表示，已经派人到日内瓦争取加入 WHO。伊嘛表示，加入 WHO 相当是会当增加详细资讯。这个每一天的防疫并不是以天计，它可能有时候以小时在计，持续不断的在变化。所以参加这样世界卫生组织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陈时中嘛讲，最近 WHO 的表现显示对武汉肺炎的熟悉无够清楚。但 WHO 的防疫相关班一直到顶个月底，这种疫情列做国际公卫紧急事件。秘书长谭德赛甚至几落摆替中国的防疫能力背书，嘛引发质疑。加拿大一个网友就发起联署，认为谭德赛无进行调查，都相信中国疫情资料应该落台。3天内联署的人已经破20万，超过1期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明明都有影去互武汉肺炎影响到，却无法度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去互人排除伫咧全世界防疫的体系外口面。到呾中国还搁咧抢一个中国的原则，早起外交部的发言人就严重表示抗议，嘛表明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毋捌甲一天统治过台湾，台湾嘛绝对毋是中国的一部分。展现出中国政府横蛮无理的邪恶的本质。中华民国台湾外交部在此表达最严正的抗议与高度不满。WHO 竟然因为政治的考量，将我方的资讯列在中国项下，导致我国很多航空公司以及这班机以及国人的入境都受到了阻碍，严重损害了我国人民的一个权利。外交部在这边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曾有一天管辖过台湾。台湾也绝对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讲到意大利禁止台湾的飞机入境，外交部嘛指出讲，这是意大利的理解有颠倒，才会做出这款错误的决定。目前咱也派出空新的飞机去搭载200外国民倒转来，嘛继续和因驻台湾的机关，阁有咱国驻意大利的代表处尽力联络甲沟通。
外交部嘛讲，虽然咱的邦交国尼加拉瓜无伫咧世界卫生组织的执委会中间替咱斗出声，不过你像巴拉圭、阁有斯瓦提尼这几国，嘛拢有替咱发言，争取公道。咱过来讲，缅甸的政府2月初一嘛发出公示，要求缅甸的航空公司即时停止所有按因缅甸的国际机场飞去中国香港、澳门，阁有咱台湾的飞行机帮。咱国内旅行业者就讲，目前台湾还阁有200外旅行团的人客留点伫咧缅甸，上届尾步就是斗安排因先搬飞行机去别位，再阁飞倒转来。台湾目前还阁有228旅行团的人客伫咧缅甸当地，本地按算礼拜六要坐转来台湾的飞行机帮已经取消。台湾飞缅甸目前拢是采取包机的模式，现时飞仰光的航线无受到影响。不过飞缅甸的国际机场停止对飞，业者嘛估计讲，连带影响到月底进前300外的自由行的旅客。阁有听到疫情惊吓退票的人客，目前损失按起来已经超过100万了。意大利到单，阁禁止台湾、香港、澳门，阁有中国的飞行机伫因的国内降落。不过经过咱的外交部争取了后，是有暂时开放一只空新的飞行机，咱派过去载国民倒转来。早起5点外，这只中华航空的飞行机也已经伫咧桃园机场降落。外交部又愿咧甲意大利争取讲。台湾和中国是无相共，迄条禁止令，望因着赶紧取消。透早5点15分，254位去意大利旅游的台湾人顺利返来台湾，是非常的欢喜。有民众讲已经做上歹拍算，对别个所在转机，结果华航派空机来载，会当照时间返来台湾，行程阁无延迟，是真欢喜。是从阿比利的维也纳转机回来，后来又说直接派专机来接。对。我们超开心的，看到他们好兴奋。对，台湾航班现在不能进意大利啊。台湾会争取啊，会争取啊。对啊，对啊。台湾不是中国嘛，对不对？这次看能不能诉求我们这个事情能够让世界都能够了解，其实台湾跟大陆是不一样的这样子。武汉肺炎疫情拖到全世界，台湾受到中国一中原则的拖累，和意大利嘛列入2月初2到4月28停飞的名单。原本通报伫当地旅行团有24团768个人，除了华航派空机接部分的旅客返来，其他的旅行团是改变航点返来台湾。还有2团的这个60人的旅客，也透过旅行社的安排，透过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点，据我们所了解，会从维也纳再回到台湾。交通部观光局表示，目前意大利各有2团60个人，继续因的旅程。卖伫旅行社的安排之下，由附近的航点维也纳返来台湾，无留伫遐的问题。外交部嘛表示，敢会当互意大利的禁飞令取消，还搁在拍拼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财经上届新的消息，因为早起中国的股票市场开出红盘，嘛带动亚洲的股市对咧赢。咱台湾这边，台积电这支股票一个开盘就起3%起来，大盘的指数规个嘛起超过200点。尾手收盘是11555点，不过总是全世界拢也无法度按算武汉肺炎的疫情到底安怎变化，真有可能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加减会去算到。武汉肺炎疫情继续拖，嘛影响全球经济，都要各个角落。旅游观光甲零售产业受到严重冲击。中国真侪城市目前拢是封城的状况，但政府嘛拢宣布复工的时间延期。嘛大兄弟中国面对经济损失渐渐扩大。武汉它是这个汽车零组件生产重镇哦，那所以说台商在那边投资从事相关产业的生产的话，它可能会面临这个断链的这样的一个危机冲击啦。如果说它没有办法顺利的把产线移回来的话，它就会受到很严重的冲击，因为目前是缺工嘛，而且中国大陆开工要延后。学者表示，2003年 SARS 疫情爆发的时，面对全球产生冲击。迄当时中国经济规模到1兆6000亿左右，迄当时是占全世界 GDP 差不多4%。不过即马中国经济规模已经到4兆5兆美金，占全球 GDP 已经来到17%。因此，真侪预测机关拢认为讲，今年全球经济成长下修机会会较悬。若受到美国反弹、甲外资转卖变卖因素，拜大内台北股市拜二是以起44点半开出，在台积电大立光、鸿海带头之下，盘中指数起超过160点，包括被动元件、半导体、IC 设计等类股拢强势反弹。
被动元件啊，像有些 PA 的股票已经跌深了，出现一个明显的反弹。所以说今天这些个股还是持续的强势。台积电今天涨了大概10块钱，就将近贡献指数100点。分析师认为，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搁咧继续，第三市场会受到疫情发展影响，但是疫情得到控制，今年资本市场表现也是会当期待。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武汉的肺炎长咧牙，台东县这边饭店和民宿的业者，这阵就接到不少旅客，讲本地欢赴的房间要取消。甚至有的业者佫拍算要员工休无薪水的假，看敢会当减割开销呗。毋过嘛有人换角度经营，广告讲欢迎大家来台东享受新鲜的空气，带暝上济有通拍到2折，甚至有的店头带15天，1万块拍死佫有通赚。春节假期结束，政府秋冬各路补助方案嘛结束，台东县的观光业佫进一小月，而且佫较惨的是，武汉肺炎造成2月以后的高退房率。旅客团是全部拢无，已经有部分的旅宿业者因为了解挡袂牢，拍算互员工短期留职停薪，也是做散工。原则上是逼不得已，我们才会采取这个措施。可是目前来讲呢，我们是提供几个选项，让同仁来选择。毋过嘛有业者用无同款的方式来操作，伫政府还未提出相关补助旅宿业的政策进前，家己先自救，靠台东县好山好水好空气的环境，提出长期的带宿方案，对4天到15天上加2折。甚至有业者提供带15天无到1万块的清气养生行程。不要跑去人多的地方，这样子一定是最好的。对于未来的住宿率并不是那么的乐观，所以呢，我们有推出一些长期住宿的专案。我们台东县政府也要跟中央争取经费，希望呢请中央提出一个振兴观光的方案。旅宿业者认为，18年前 SARS 的疫情，台东县的带房率是全国上悬。直到武汉肺炎的疫情，学校阁延长休寒，推出养生的专案，希望会当刺激生理真歹的观光产业。台东县政府表示，这是会甲地方要求争取观光补助的方案，这寡意见甲中央反映。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政治的消息，国民党的主席补选候选人登记到今仔日截止，前任的副主席郝龙斌早起由前台中市长吴志强陪伴去登记。郝龙斌嘛强调讲，未来党内决策一定要让少年家参加在内。另外一个候选人江启臣是去到台中新社看灾，因两人为了争取党主席，伫咧昨拢有分别去拜访前任的新北市长朱立伦。主席选好，台湾更好。国民党主席补选，前副主席郝龙斌登记，党内各世代拢有代表出席陪同，尤其是亲总派的民代来未少人。登记现场的气氛真和乐，郝龙斌利用机会提出具体政见，伊强调未来党内的决策核心一定有少年人的参与空间。党副主席一定有年轻时代的人，更重要的，负责年轻工作的党的副秘书长，我一定会由年轻人来担任。另外，党的一级主管，我们一定会让我们青壮世代来参与，而且我们的比例不会有上限。郝龙斌早起立超过4万份的党员连署数，比前一天蒋启程的34000份更加多。但是，让人上关心的是，前台中市长胡志强嘛来啊。台中人有没有支持台中人？台湾是一体，国民党是一体，越选越团结啊。对我选举，他都非常支持。捍卫中华民国一直是国民党还有我个人坚持的理念啊。另外还有就是1国2制，现在在台湾主流民意也是不能接受的。未来两岸论述变成是国民党改造工程的上重要的代志。郝龙斌甲蒋启程拢主张会当经由辩论甲讨论，为了争取党主席的位，两个人嘛分别去拜会前新北市长朱立伦，讨论党的在做。不管是党内制度的改革，组织的这个效率化，还有人才的培养，国际的接轨，对美关系、影子内阁，这些等等的，我想跟我自己的改革政见有很大部分是有交集的。那这部分未来如果当选党主席，我想我会全力来推动。早起蒋启程伫台中新社看灾，因为前几天寒流来，互葡萄真侪项农作物拢有受到损害。伊建议农民调查受损的面积，好来向当政单位寻求协助。记者综合报道。选主席袂输得那像你互党员考试争取支持。大学立学考试中心早起嘛公布今年国文即科的写作，各英文的作文，该考试单的教授拍分数的原则。
你想讲国文科的刁集人，政治大学中文系林启平教授，伊就讲，用过中文的学生，文章拢会写讲未固定项的物件会失志气。啊，毋过今年这少年考生，因普遍是拢写讲万物庸字，啊，就是若特别斟酌一项物，是会培养出兴趣甲志气。好，谢谢，我们里面请。手消毒确认无发烧，360万个参与学测活动的大学老师，才会当立即教室开始做检。外科用的口罩，并设有加盖的废弃口罩回收桶。那我们的同仁也定期消毒。老师根据进行试卷定出标准拍分数，一个下来讲，2摆查到7分，进入第3摆。第一题爱写查到啦3星的背景，再以行动经验提出玩物上志甲玩物养殖看法。刁集人林启平教授是为学生文章发现世代差别。大概在过去的那个学习阶段，通常我们都会接受到是玩物丧志，多数的那个考生，事实上其实都是以玩物养志来作为他们选择的一个立场。作文第2题爱写对半面体验，林启平指出，这题是好写分数歹题。印象上深的是一篇写半面伫病房的文章。若英文作文为备场周年庆的新闻图去写。刁集人代某文系教授詹丽玲讲，未对偏向考生不利。即便他本身没有身历其境，进到那边他去采买，他也知道别人的一个经验，所以他只要能够描述这样子的经验，然后那就是切题了。大考中心按算初7或初8会当完成。对外界关心疫情是不是影响指考，嘛讲由原伫7月初1到7月初3举办，升高中然后开学，高3下的课程5月份进前会当结束。以及原本出题范围未调整。记者综合报道。有影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无同款的观念。你像讲水银对人体有损害，嘛会污染环境。目前国际上拢已经一步一步咧限制水银。长期尾就是要禁止使用水银，咱国嘛已经公告，明年开始禁止搁生产含水银的产品，若国外进口的，明年嘛同款禁止搁再输入了。即马的温度计拢已经改成电子仪器，无像过去传统的拢有水银。为着要为源头减少水银制品的产生，环保署最近有个包括非电子测量仪器，像温度计、血压计、气压计，搁有水银的开关、甲继电器、高压汞灯等等，明年1月1号开始禁止进口。我们主要是配合国际汞公约的一个生效哈，然后我们就是要强化这个汞相关的一些制品的制造跟输入。除了禁止进口有水银的产品，进前国内已经公告为明年开始禁止生产。不过现有的有水银的产品嘛是会当继续使用。环保团体指出，为了要避免污染环境，后端废弃物的处理更加重要。业者若是透过合法的管道处理，问题无大，就惊是非法来处理。一些合法的工厂，它就结合地下的工厂，那地下工厂处理过程就是完全就是那个土法炼钢的模式。水银若流入环境，会造成严重污染，若进入人体真歹排出来，会引发腹肚痛、想要吐。长期累积会损害大脑、神经系统、肝、腰子等器官。联合国降水域公约伫106年8月生效。环保署即个有个限制数级的草案，就是配合公约进行管制。记者林俊曾志成台北报道。咱来关心南北二路地方的消息。南投民间的寿天宫一年一摆庆赞上元，拢办打米糕桃食平安。咱来看今年这粒米糕桃重量有8888台斤。信众做伙打米糕桃去庙埕，答谢先天上帝、上帝阿公的慈悲保庇。咱来看卖。甲红布掀开开，用糯米也糕糖做成的米糕，用做是寿桃的形体，大大粒的米糕桃，总共8888台斤。这是一年一摆南投县民间乡寿天宫庆祝元宵所举办的打米糕桃食平安的活动。只要到元宵节这个卡刀，新男新女就会打米糕桃去寿天宫的庙埕，甲地阿公说多谢，感谢伊几年的保庇。觉得这个很好。觉得有感受到那个庙方的那个心意。好，这是很传统的那种所谓的，怎么说？这是从以前就流传下来有这个习惯了。
民间乡寿天宫到大已经超过360年的历史啊！迄当时因为交通无利便，信众若要去拜地爷公，就会甲拜拜物件，亲像寿桃、寿面，放伫个竹篮内底，一路派去山顶，甲神明祝寿。总是时代无共啊，这种骨力吃苦的精神，即嘛已经真罕得看。不过庙方望讲会使继续传承这个精神，骨力推动。即阵寿天宫平安米糕桃的活动，也已经正做是全台湾3大元宵宗教民俗活动其中一个。迄个站有一包装啊呢，啊甲包装起来，就是卫生的问题，所以我今年会改安尼。用伫咱2月初9，咱早时8点开始吼，来开放，互咱所有这些男性女，当来现场，领咱这个米糕桃吼，来登去食平安。即阵大好拄到中国武汉肺炎的疫情伫咧炭烧，今年庙方特别甲切好的米糕桃堆伫咧塑胶袋内底，分送的时阵，互信众才会得神明的保庇，也才会得安心。2月初9元宵迄一天，庙也会发花灯，互大家摕花灯迎接春天。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上元。咱英过咧讲，上元迎花灯，真侪查某囡仔挺好出来行，挺好甲人出来看风景。迄是1年1摆呢。较早查某囡仔哪有通讲会当安尼自由出来行搭？毋只英过嘛有俗语，咧讲头版仓嫁好翁，头版菜嫁好菜。若跳菜裤就娶好某。这国情另讲会阁详细来甲你开讲。毋过上元阁另外一站，就是足重要的咧，菜丁卖。国情今仔日吼讲几条啊，真趣味的味菜，来甲所有观众朋友咱互相研究一下。头前出2条，头一条讲红头西公，第2句讲串手的彩虹，互咱要2款汤拖。这生活中不时都捌看的哦。红头西公要1项，串手的彩虹另外阁要1项，咱来动一下头壳好无？今仔日国情解文说字，甲你做伙动头壳。同款嘛，直接将答案讲分你知，明仔载你着听我去讲吼，厝边头尾大家要看卖心识一下。煞毋知讲红头西公，红头的西公吼，咧办啥？咧呼请神明啦。所以红头西公，咱着要呼神。你斟酌看哦，呼神。若讲壁顶咧飞，即款咱有时咧拍可拍袂着的呼神。台湾的汉字。正字就爱写这2字呼神，过来串手的西虹要要啥？煞毋知讲哦，迄西虹手咧串，加一个无拄好，煞走纸去，或者加纸。这字纸加倒的加，金字边，搁再一个交通的交。这字纸就是金纸万的纸，加纸。若正咱吼伫咧涂骹面咧扫，咱看到吼实在足想要甲拍，有当阵拍袂着，真正会赢。咱厝人加减，不时都有迄款加纸。台湾字、汉字就爱写这2字哦，加纸。过来，咱搁要2题好无？搁这2题原来真趣味。这2题吼，顶句讲我做第一不好，原来要要1款汤拖。第2下骹即句讲我做旧年袂臭，这要要啥？咱头壳做伙来甲叮当一下。那第一不好，上界不好是啥？是啦，答案就是要互咱要讲。杀母是讲即摆吼，因为卫生环境进展，杀母有当地较罕得看。另外迄条讲旧年袂臭，啥物物件旧年袂臭？煞毋知影讲吼，永远伊都袂臭，因为伊的名就是叫做芳啦。即个芳，那芳臭的芳，台湾话汉字都爱写即字哦。正确即字的读册音就是芳，讲话音讲叫做芳，文言音读册音讲叫做芬芳的芳。若讲椰香迄个香啊，迄个香是无芳的音哦，咱着爱研究和斟酌哦。过来讲到芳，讲到杀母，咱嘛来讲时常飞来台湾过冬天一款鸟食。嘉义县沿海湿地是乌面拉飞来台湾过冬重要停卡的所在。毋过正月18日咧布袋沙坡，煞发生滚落站乌面拉飞因为肉毒的杆菌中毒，甚至死亡的意外。加在嘉义县政府和民间的团体紧急救援，配合特有生物研究中心医疗甲照顾，已经有救起来7只乌面拉飞，但嘛放因飞转去大自然咯。
伫笼仔内乌面腊尾真有精神，好亲像知影等者就当自由来飞。顶个月18号，伫布地沙地因为肉毒杆菌中毒的乌面腊尾，经过行政院农委会提供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的治疗甲照顾以后，7只乌面腊尾伫今仔日早时来放线。它慢慢的4只脚就不会，脚就不会动，那翅膀会趴下来，再过来就是呼吸会衰竭，最后就会死亡。那所幸我们把这些动物都施打抗毒素血清。都把它救回来。最有效的治疗方式是施打血清。那现在目前林务局在血清的经费提供上面都跟特生合作。若一发现这个中毒的案例的话，那及时通报、及时救治的话，那有很大的救愈的这个几率。15只中毒的乌面腊尾，有7只透过治疗了后已经恢复健康，放线来自由。而这个中毒的原因，嘛怀疑是乌面腊尾去食到有含肉毒杆菌的鱼仔。我们其实很难真的去防治，就是我们尽量在黑皮来台湾的这一段时间我们经常的去巡查，然后看有没有什么异样的地方。林管处表示，根据去年鸟类的生物普查，该地区目前发现488只乌面腊尾，嘉义是全国第2大因背来过冬的所在。因会配合地方的动物保育团体，随时注意当地的情况，避免再发生相像的代志。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咱继续等下关心武汉肺炎。现在是伫咧全世界诊断确定的人数已经超过2万人，昨德国就新增加2宗病例，拢是进前诊断确定的患者出现的囝儿逝世。目前证实讲这就是旧根烧话。还有英国、有南韩，拢已经发生按武汉过去的观光客入境了后，煞找无人的情形。日本超华邮轮宣召公主号因为1月20日不载一个确诊武汉肺炎的80岁男性患者，加上船顶传出真侪新客发烧，车三到横滨港的大澳码头，日本高层劳动省会上船针对全体旅客进行检疫。目前船顶估计有2660个旅客，甲1045个船员，新客中估计有20个台湾民众。另外一方面，因为美国本土已经宣布武汉肺炎是公卫紧急事件，加上境内确诊病例继续增加，美国公布车三证实已经接受公卫服务部要求，提供几日进行隔离，为武汉等来国内美国公民。DoD personnel will not be in direct contact with these individuals, nor will these individuals have access to the base facilities beyond their housing. 另外，根据华盛顿邮报，美国卫生部会通知国会，要求增加差不多41亿新台票来对抗疫情。美国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 CDC 卖用差不多32亿新台票紧急公共卫生资金。针对中国外交部车三指出，为1月车三开始，就对美国进行过30摆疫情通报，不过对武汉地区民众却是一直到20日才讲事态严重，嘛引发中国国内民众反弹。世卫组织 WHO 车三搁一摆召开记者会，强调国际社会平常时对防范防疫爆发准备报告，需要建立新的机制。嘛强调面对2019新型冠状病毒，国际爱团结合作，这是意义的解药。We're all in this together, and we can only stop it together. So the rule of the game is solidarity, solidarity, solidarity. But we see this missing in many corners.And that has to be addressed. 那伫欧洲方面，德国的巴伐利亚邦车三个确诊2例武汉肺炎的病例，拢是正前确诊男子的囝儿，正式出现人传人加群组感染的风险。那英国在11日为武汉登来国内包机，7日登来国内，其中10个人已经直接送去阿罗公园病院隔离14天。另外一个人伫机顶出现疑似症状，直接送去病院治疗。那英国甲南韩拢出现入境了后失踪的武汉游客，当地全力要找这个人。另外，包括阿尔及利亚、澳洲、捷克、意大利等国的武汉包机，车三已经陆续登去国内。其中，意大利撤回56个民众，直接是向送去罗马郊区的军营进行隔离。捷克车三宣布，为7号开始，无限期停止中国班机。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湖北武汉市封城过卡新，英国有大批台商伫咧出入的温州甲杭州，现此时已经拢封城了。
这款疫情影响到台商倒转来台湾的自由。目前咱陆委会是有强调讲，有经过海基会和温州、和杭州的台商联络过，都若有需要者，政府一定会提供必要的援助。 为了防止武汉肺炎疫情搁泛扩，中国各个大城就连续封城，实施出入管制。像杭州的市委宣传部就公布10项管制措施，强调全市各单位要进行封闭式的管理，严控外在人员和车辆。佮强调疫情防控措施若无做较好，中小学就袂开学。我们也一直透过海基会与当地的台商协会保持联系，把当地的状况。 以及台商之间能够建立起联络的群组，透过这些政府也提供必要的协助。针对温州疫情泛扩，台湾自初3开始，甲温州列入2级别流行地区，全面禁止温州的人士入境台湾，嘛影响台商的往复。温州当地台商就表示，当地疫情虽然紧张，不过也无到惊吓的程度。我们会密切注意大陆各个城市地区的这个疫情的状况，还有我们台湾民众在当地的状况。那如果民众有来向海基会求助的话那各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全力的来协助他们。根据了解，中国为了防止武汉肺炎疫情扩大，旧历过年之前，武汉就封城，地区大批台商留伫遐。那杭州和温州是伫咧台商回台过年，佮登去中国了后，才进行封城，状况无同。那杭州现在是因为跟温州是因为疫情上面有一些关系有一些这个目前有点紧张，所以他现在开始做这个管控的部分这天当地确诊数以温州和杭州上悬，除了疫情严重以外，当地实施的封城防疫措施，互想要自由往复两岸的台商嘛有真侪压力。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疫情，大家惊吓，不过咱心头也是都爱缓好定。你像顶日有网友伫咧散布讲，新竹有武汉肺炎的患者按台大病院得当分院脱走，检察官追查出这条谣言的源头。经过调查，有团3个人到案，有的是提起公诉。 也有处分原起诉。一个姓何网友静静伫网络写得当有感染武汉肺炎的人落跑，爱民众去这间病院一定要挂嘴安。最后佮强调这是真的。个网友伫来群组散布有往来中国工程师，已经确定是武汉肺炎的假消息。 新竹地检署追查假消息来源，2天内侦查总结3件3人，以进行的轻重分别起诉甲原起诉。 认为被告等人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第63条的规定，散播有关传染病流行疫情的谣言或不实讯息，并依情节轻重，分别提起公诉及为缓起诉处分，支付缓起处分金各新台币1万元。 对网络出现真侪咧散布假疫情，检察官继续要呼吁社会，莫传送无实在疫情假消息，才袂犯法。本署再次呼吁社会大众，切勿传播不实疫情的假讯息，以免误触法网。而民众若发现有传播不实疫情的状况，可向本署或县市卫生局 或警察机关举发，甲官会立即侦办，共同守护国人健康。提醒民众依照传染病防治法规定，散布有关传染病流行疫情的谣言，或者是无实在消息，会当罚300万以下罚金，而且是刑法案件，呼民众莫犯法。记者综合报道。 中央政府刚宣布讲，处理让12岁以下幼囡仔做人爸母的，伫咧家访的寒假这段期间，会使甲公司请防疫照顾假。不过到底要安怎请，薪水又要安怎拍？社会目前是议论纷纷。今仔日台北市高文特市长是无公开行程，换黄珊珊副市长出面甲中央化讲，若要开放予劳工请这款照顾假，就要写出统一的制度，落去约束有较好。 市长怎么看实名制？台北市长郭文特初时无公开行程，透早开会时阵嘴是真严，也交予副市长黄珊珊来代替接受媒体访问。黄珊珊是替郭文特讲话。市长他的交代就是，第一，所有的相关程序我们都会跟他报告。
但是受访的部分，因为疫情的部分不是每个细节都市长都可以掌握得清楚，所以由我来统一，因为我是负责开会的人，我也是负责所有统筹相关资讯的人。武汉肺炎的疫情愈来愈激烈，为着避免群聚感染，大学以下各级学校开学的日子拢延后。劳动部也宣布，厝内底若是有12岁以下的囡仔，父母其中一个人会使请防疫照顾假。不过在请假期间是毋是有薪水？请假名义搁要安怎和现有的家庭照顾假区别？黄珊珊也向中央话话。那家庭照顾假的部分是1年有7天的额度，那就算他2个礼拜有7天额度之后，这7天会给薪，另外7天是没有这个名称的情况下，在现行的规定下，我们是不能给薪的。希望今天能够有一个明确的规范，因为我们毕竟还有很多的约聘雇跟职工的部分。大家最近话买无喙暗这件代志，行政院长苏贞昌决定初6开始，一礼拜每一个人会使买2个，而且采取实名制。黄珊珊认为，并不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也肯定这个政策。那各地方政府机关最近也在统计所需要的喙暗数量，会由中央来调配。台北市政府也强调会照实申报。记者阿敏金、张玉水台北报道。讲到防疫的照顾假，薪水要安怎拍？劳动部目前是讲，就要看头家人的拍算。但国民党这边早起就打出来要求政府，爱对行政院的第2预备金加拨50亿出来运用，补贴公司或辛劳请防疫的照顾假，迄站时间也阁有6成薪水通好领。武汉肺炎疫情，互大家真惊吓，学生开学嘛延后2礼拜，家长虽然能请防疫照顾假，不过敢要互薪水是由头家决定。有的家长惊讲变做另外一种的无薪假，唔敢请，嘛不愿意请。不敢请。为什么？因为没钱啊，就这样子。当然不可能啊！万一家里经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敢无薪水，目前公司政策拢无同，家长嘛唔知影要安怎。国民党认为政府配套无够周全，认为防疫照顾假是应该比较育婴留职停薪的标准办理，建议为行政院第2预备金支付请假家长6成薪水，和防疫照顾假看会到嘛用会到。大概防疫照顾假请的人数是51万，然后我们算这一些家长的薪水，如果每天差不多如果支付6成薪是1000块来看的话，那总共需要的防疫照顾假的经费大约是50亿左右。王友敏批评劳动部进行讲防疫照顾假，那是由政府支出需要2000亿，可以行一条，因为经过计算差不多是50亿。这支劳动部讲法不负责任，未来嘛希望推动防疫照顾假基薪机制法制化，减轻家庭负担。记者综合报道。但目前大多数的企业是讲，新人若请防疫的照顾假是会准，不过薪水无法度照算。你像郭台铭先生创办的鸿海集团，就是安尼生。若台积电公司是有要拍半薪，另外公营的台湾银行、第一银行这边是拢宣布讲，员工若请这款假，月级拢通好照领。怎么戴口罩？防疫亲像作战共款，因应疫情，全国高中级以下学校延后2礼拜开学，确实需要照顾12岁以下囡仔，劳工应请防疫照顾假。劳动部表示，头家袂当无准假上济14天，免影响员工出发勤考绩。另外，是不是付薪水是依照公司的规定？法律没有叫你要付薪嘛？事实上，他不来上班，对企业的运作就已经产生一些影响。而且，如果你真的要给薪，那就会有些人想贪小便宜啊，我就不来上班。这一阵子在营运上也确实也受到一些影响，包括前端的美中贸易，他们也受到一些损失量。有能力的，但你要多照顾；那没有能力的，你也不能勉强。工总表示，第1季是传统的小季，如今疫情爆发，企业营运是搁较歹。认为有薪水的防疫照顾假，都要看每一间公司是不是应负担，若无这加重企业财务压力。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有6成企业倾向无要付薪水。目前只有公股银行、台湾银行、第一银行等要予因14天有薪水的防疫照顾假。兆丰银行是7天有薪水，另外7天无薪水。台积电是半薪。鸿海是准假无付薪水。我们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价别，可以让这个共同人可以选择了，还是希望说共同努力，所以就是会发放半薪。
防疫照顾假是毋是要付薪水，都要看每一间公司企业财务状况是毋是会当应付。有立委建议政府应该比较 SARS 期间，互企业优惠补助、户税优惠，减轻公司因事成本压力，将提悬头家付薪水的意愿。劳工请防疫照顾假才有保障。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毋若讲武汉肺炎，目前嘛是流行性感冒、上喉痰的时期。天气的变化，咱就做伙来斟酌甲注意。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16度到19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18度到23度，台南、高雄、屏东20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19度到23度，金马、澎湖11度到19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正，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